查甫人伫传统社会当中，常常爱面对家庭、工课、社会期待各种外界压力。有医生就发现讲，和女性比起来，男性较才会甲压力藏伫心内，煞毋知要安怎消透，时间久来就会破病。医生表示，面对压力，就要找方法来消透，身心才会健康。 伫门诊内底，详细听医生解说。通常男性伫社会当中，大家会互因较侪压力。但有愈来愈侪男性会因为身心的状况无好，来寻求专业的协助。民众也分享讲，平常时消透压力的方式。我最主要我的抒发压力就是说，你平时我上班时间就是，就规律的运动，啊，都是去外面跑步。那假日的话，我就是去现在就是划龙舟、水上运动。 医师表示，之前捌拄过一个46岁已经结婚的男性，因为公司转型改制，工课压力是真大，佮有家庭爱顾，目睭是雾雾，去工课检查是拢正常，就转去精神科，才诊断出是焦虑症。 当他长期在焦虑的情况之下维持一段时间，他等于把他自己内在的能量耗完了，甚至感觉就像没电了，每天都想要躺床。那时候甚至于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有一些自杀的念头。那时候就会往忧郁的方向走。医师表示，男性较会把压力藏伫心内，唔知影要安怎处理。这款现象长期落来，就会致使身体无爽快。 伫这个步调真紧的社会，面对压力，大家拢爱学安怎处理这款情绪。确实有需要，就爱另早来寻求医疗的帮助。记者柯嘉山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